马來西亞我未記啊，有這回事 ，OK。let's see, he described by something else. Okay, 我等我 post 到啲 Facebook 嘅會。Facebook，你start 啦，我等start啦，嗬 ，class。start 了。so 對我就當對你，我去Melbourne，你唔是到啲 Sydney 咩？耶，我等有真濟分校嘅嘛，了伊好似 Melbourne 嘛有嘛。哦，好勢。啊，伊人是 famous for 駕車嘅，啲 Australia。OK。特別人來未 ？Hello， Judy， 大家好。我插個條歡迎。咖茶米粉。啊？咖茶米粉 ？OK。我愛食。是啊，有啊，你講就你講有啊，那個講就。佢插粿條，佢插米粉。你話插粿條就山喺一邊。喂，做下面。你就哇，毛毛哥們來啊！咁樣啊 ，good。我這邊好像。毛毛哥，你找到了。披薩。啲披薩係你邊個嘅披薩？沙哩唔是 YY 啲，係 YY 愛到嘅厝。哦，你到你去食紅門拍定來，本參網邊個好見啊？個有你看頭頂住。看袂到。哦，住 B。冇人。OK。Australia 係本愛來個。OK， 差唔多 start 啦。誒，落 internet OK 啊？到第一邊。OK 啦，tapi 日本鏡。日本鏡。哦。日本鏡。哎呀，我看到日本鏡嘅 video。有啊。我看到。有你冇看到我 video？ 唔是錄嘅 video 啦。切。哎呦，這多聲。好。到年了。OK， alright， 天台，我哋start啦。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嚟邊嚟，我未記 start 啊，有，邊嚟歡迎人到嚟邊嚟學緊節目 YouTube start 未啊？我 start， 歡迎各位到嚟邊嚟學緊節目，這個禮拜我們介紹我哋特別嘉賓。即係我哋特別嘉賓就是老椒澳洲嘅阿涵，歡迎阿涵。嗨，大家好，我對嚟啦。阿涵就有，我真有。了個有老椒生起了，叉粿條，歡迎。你看我生了，有時我冇愛，我 BGH KG 冇咩 KG 喎。我嚟打波姜會啦。哎呦，個叉米粉，嚟，或者叉米粉冇生起啊！會使啦，差不多啦，有3秒。OK， 我 block 人啊！很無，แล้วก็這是美國，你是美國嘅，到底美國嘅雞毛青，你冇聲，雞毛青，你冇聲。你 check 你嘅 input 看有個哪好事哦，你嘅訂面 setting 係咪？訂你古車欄係咪？是嘢係確嘅。你嘅大海古車欄係咪？不是598了。嚇？598了。了個有紅酥咁嘅事，毛毛菇加一丁。超級白噶啦，特別 ，Hello 毛毛菇歡迎 ，Hello 大家好啦。我咪毛毛菇得咯，嗱就係到啲，
擼掉人看到誒，擼到啲得咯。意大利。啊，你冇講到啲披薩，我講我到啲係你披薩，做乖個大會。你邊撚嘅披薩，我係邊嘅披薩。誒，毛毛菇，披薩啊，披薩迄個豆啊，後背迄邊啊，嚇未炒過條？有一間拉沙呢真好食嘅咧。Sorry，我冇食黏黏嘅物件。哦。啊！你是不是你冇食黏黏嘅物件，你食鵝龜哦？冇本鵝龜冇當。哦，地龜啦，地龜是鵝龜。鵝龜啊，鵝龜會頂面心嘅咧，要撐。哦，係你乜嘢啊？有黏咩？拉扎拉黏黏結結呢個，然後你看 entah。那是呢？意大利大包。得咯。得咯，阿涵得咯。我見見去看。我那是到底邊嚟學緊 podcast 你咪看 YouTube 嘅，你使 keep it youtube.com/邊嚟學緊 podcast。Yes。然後同佢我行去看係你 building，係多唔多嘅 building。啊。然後你只，我對只背聲，只背係走咧，係走到啲叫 room 咧。人家紅鎖。你安怎去？火車哦。坐火車，because 2 hours 嘛。所以嗱，看到未？等，未過，你 image 會 refresh 個。會 refresh 啊？OK。紅鎖咯，我看到一頭呢。一頭呢？啊，咧。OK，剛剛教嘅是乜叫人？比賽唔是當今做新嘅啊，要出頂車車，很奇怪。咩？冇啦。有花啊。有花？冇啦。伊未使加，伊加是伊個加，伊個時下個加多了。冇，唔是係 Rosemary，係住 company 做嘅咩？比賽。少。係啦，對。假如人講啊，比賽迄個 church 嘛是壞嘅，唔是迄個豆啊爾咧。對，咁咧就冇壞。哦，嗱，看到你一條壞啦，你一支壞，看到了。就係咱冇白白壞嘅，不要緊。伊得一間是最是壞，是得一粒，係你撳出頂還是頭你？有尖尖嘅，唔是迄個鉗，迄個尖尖嘅。伊頭嘅頭前。哦，係你一間啊，當然你咪當。哦，你們愛啊？啊，這裡們愛，這個還照這裡是愛的。啊，讓人去意大利啊，嗱，讓錯邊咧學緊錯人去啊。錯人計，等陣日本家本來阮錯人去計。三點，講起日本家數。你冇看到咧嚇？看到佢世界人看到啊！我教你講。我看嘅時候，我教一個人講嘅，你看，我朋友落出邊，你看，你講哦，真出邊啊。OK，行走。快啲走。啊，等陣咱咪講下係咪物件啊？到底迄個為啊，到底日本件啊，到底他路啊，還是攏是到底比賽是Santorini。然後邊甲伊個甲日本件所求婚。對，你阿家人啲邊拍超，跪落來就間好笑，你一頭殺伊。我看到一跪，陣時看到日本件跪落來一頭殺伊，減皮啊！日本件。掉驚，錯掉嘅數啊！而家家人可以 surprise 伊唔知嘅。啊，那我知一個字頭上面叫佢報數，佢報攝上，因為報數啦。你好啊，Wendy 好啊。哎呀，錯別㗎。OK，所以啊，看到比賽啦，看到啦嚇。感謝。哎呦，我個愛對起。你看一個比賽，會到尾看咧，學你想到係咪物件，係咪餅？其實我哋是餅嘛。胖小餅。係胖燒咩？唔是落地條咩？你愛佢打起。哦，一啦，你是到底米羅丁那邊的胖燒？我是想到落地條啦，一條呢。我今日話題是要講餅。感謝媽媽哥，來講咪餅，你跟食咪餅，媽媽哥。
无暖暖。哇，我是个食咩饼 ？Danish cookies。啊，冇晒嘅事啊！誒，好食嘛？你呢個其實係咩嚟嚇？是講你先正嘅事，哦，冇上裝嘅喺入面了。啊，入面。喲，我乜嘢食係你啊？定係啦 ，butter cookie 係嘛？你入面你第時間係咪只吃到一款？得一款？有幫你先食。疼嘅。啊，我是個糖嘅本，我是個對面一糖嘅一隻個 ring 一糖錯錯嘛。係啊。對。ICI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ICI 啊。啊 ，Alex 嚇，係 say hi。OK。Galcia buongiorno。Buongiorno。唔是，冇輸嘢咯，正㗎啦。阿咪爆，阿咪我接起聲。阿咪拜拜 ，OK 拜。你成個 Brad Pitt 個Buongiorno。No Brad Pitt 啊，伊袂曉講啊嘛。哦。OK。Inglourious Basterds 啫。嚟，咱嚟講邊啊事啊 ？OK，good job，讓別人時間食咩邊講？龜咖啡。鹹餅。哦，鹹餅。你食個鹹餅啊？你咪是食好食硬氣。啊，是咯。我厝第時本有鹹餅嘅。誒，我問你得一種嘅鹹餅啊？你是個食對面有糖還是無糖嘅？誒嚟啦，冇糖嘅，冇糖嘅。啊，無糖嘅，誒嚟十冰棒嘅啊。合聲一定好食咧。百糊咁滯喎。誒合成是唔是講誒合到？誒是唔是個靠藍藍青藍色嘅啊？唔是，青色嘅。青對。你嘢到癲到嘢啦，我看。嚇，冇癲啦，當見得了是 plastic 包嘅。哦，當然 plastic 啊！喂，佢一波一鐵啫。啊，一鐵啫嚟。呢？แล้วหับเสกหับตุดแล้วลูกไอ้เนี่ยที่มันเนี่ยไอ้เนี่ย咁冇所謂喎。哎呦，好正啊，食湯嘅。是咩？我講個比我哋好食。啲溫個比我溫個比我當時好食。呀，cheese 就係飛機先食。哎呦！你看 cheese 啊！哇！誒，來哈！誒，哦啊，博一玲啊，這是嗨，博一玲，歡迎，邊個是你話題嚇？好。哇！來哈！誒，你嘅聲。誒，等陣。嚇，你只放到 YouTube 下得嘛？啊，咁嘅。sorry。So OK。So 鹹餅啊，白叉米粉是個食鹹餅啊。是個食鹹餅。做開叉幾條呢？哦，我第一個食嘅是我媽做嘅白虎龜。白虎龜係咩嚟？我冇聽過喎。哦，伊是用布餅皮包白虎咧嘅一隻咯。哦，細條呢啊。啊，แล้ว普通嘅是食細條啦，แล้ว有下久嘅時有一年伊真係分段，我嘛分段啦，所以做較大條嘅，所以免包安尼一條咯。所以伊做了，哇，伊全部 size 啊個三寸3倍安尼大，3倍大。哦，特別好似長嘅啊。啊，怪長啊個兩寸安尼長。哦，所以真大條嘅，所以內面真濟肉糊，所以伊煎大條分段了，invent 一個新嘅 size 出來啦，了真係好食，所以當今大年過年本人找我買。哦，哇，我冇聽過喎。我搬嚟新加坡本有 KL 嘅朋友講，愛買了，家己去檳城解嘅。你嘛是出嚟嘅做是開店啦。冇啦，家己做真正伊敢若家己做。誒，我是真對，我拍攝19年是真對時，還是去隨你嘛，俾你嘛會剁掉嘅。會使啊，我自己做我感謝，我加快聽嚟，你嘛俾剁掉。你嘛會把胡邊箍落去佢當到頭出來。誒，我有新椒喎，等陣啊，新椒你是裝，你咪 mute 掉，
Hello，你名咩？我名阿喵。哦喵啊，哦喵啊，哦喵 cat 話是棒球的。哦喵，歡迎。哦喵，巴魯加。哦喵，先之後，我隨到邊咧學嘅咧，每隻卡開剛剛。朋友介紹嘅。哦，多謝朋友，真係你多謝朋友介紹。做工嘅，伊之前甲我介紹甲我講叫我聽邊頂福建有幾個故事。哦，確定你介甲我講幾個故事啊？OK。聊，你聽到啦，你時就除掉特股啊，邊頂福建，你朋友介紹你特股啊？我暫時2011年冇錯喎。哦，你冇聽到啦，你是搞個最近嘅聽。無，我暫時我實聽咯。哦，所以你聽只古本啦。會使講比我今日聽幾個數年啦。哦，無希望啊，講邊時冇聽。無啦，看有嘅 topic 我較 interested 嘅我就聽咯。然後 OK，然後你朋友是安怎找到呢？伊應該是啲 internet search 到一本嘅。伊無參加啦，伊 just 聽人講可能，然後伊 feel 到真好笑咧，就介紹我。你朋友名咩？咪是特別介紹啫，介紹你來喎。會使講我唔知。可以畫面，可以借畫面啦。白喵。我人就做咁不想我喵白喵。OK， 感謝白喵，做咩事你冇派誰來參加啦？我喵白喵都再來叫。我甲伊講，我本來甲伊講，今日去除了 online 教人做者，阿 B 講伊無用。八刀咪已經冇免驚有機會。你感謝你，你是個食咩餅呢？我是個食咩餅咧？長長誒。落地條，唔是伊有 strawberry 嘅 flavour， 有 chocolate flavour 嘅，了一邊等。伊坤嘅係煮落一條嘅嚇。條啊！第一是落山啊等。安尼長啦，安尼很長嘅。我剁條。你要剁條邊？剛剁掉啦。就來，然後就只下邊個聲做咧聲發咁勁咧，聲是裝就最等下到底係咪你剁掉死掉？我咪七幾毛青你聲有啊未？你聽到我？我，OK，我那是你那邊聲，你 mute 你麥看 ，mute 我麥啦，嚇，到底 Skype 那邊 mute，不，Hangout 那邊 mute，對，你那邊 OK，你 mute 掉啦，你講話時你個 unmute 呀，無你聲邊，你即是你電computer 電的時候。OK，所以當尾我未得到你 OK， 你邊是本地邊店嘅邊是即好料特別去較好嘅人買嘅，你一條 strawberry 嘅邊，你甚至一波波上個貴價幣，你看波波拍拍嚇。伊是一條爾咧，了伊個口會興哦，你看到啥？伊連。哈，我知啊。Julie 是啦。你意思紅色，伊都是 strawberry 啊 ，chocolate 色就是。對。係咪叫韓語講咩啊 ？Julie 是啥 ？Julie。伊真濟種嘅標本呢。即係平常時邊店攤買哦，湯誒。有啊。個口你 mini market 係咪幫佢買嘅？OK。OK，了，但我咪阿韓，你不得呀？咪你不是跟食咪邊啊？得閒揾人食。哇，不得了啊！跟食 macadamia cookie 哦，這邊。喲
本来是本来嘅咧，本来嘅咧，誒，我是看只 macadamia 本來 anything macadamia 我冇食過只。咩啊？佢本來馬來西亞咧，馬來西亞你食過只係咩邊啊？像我邊啊店裏面，還是你冇想食咩？你食過只鹹餅啊？加插個插米粉小扒，你諗諗，偏偏我感覺對我嚟講啊，是聽。冇比冇傻，可能大係邊啊？真可能大啫！特別我講條我媽本是就見只喎，我媽佢薄，你咪嘅，我就我媽見只咩？我媽見只係拜讀拜講嘅，你我拿到講，拜拿到講，一啲咧，定冇比冇傻本咧，圓嘅，胖嘅，小邊啊？唔是小邊，一波嗰款啊？小邊入面有牙嘛，小邊一隻鵝藤嘅，係你食小邊啊？係你話慢慢嘅啫，每一種咧，人拜嗱都講嘅，一成啊，一可能差唔多成美利邊嘅細成特別一入面一定嘅咋，然後隔離嗰入面有胖咁，就咁知未啊？即係叫咩邊啊？誒我真冇人開邊店啊！冇，當佢邊點 Skype 會，哎呀我未記 turn on 咧 Skype chat，然之後 turn on 我未曉了，Skype on 時嘅 live chat 咧就我未記 turn on，看我 try 下誒 turn on 掉 ，Skype live 唔是 Skype 啦，係之類啦 YouTube 啦，我冇望啊當然。OK 講到呢邊，我實在係邊咧？攏猜好我是個只咩邊？我是攏猜到就是講攏聽邊咧學緊，真正久咧來知講我是個只咩邊？Mary 邊？直接講咪攞咧，直接講博一玲講咩？我講你是個只迄班納豆講嘅邊咯，迄啲嘢唔食嘅。屌！阿達子屌！阿達子。伊頭頂有藤嘅。哦。你好食咩？係你好食啊！我唔知點解細漢時是個隻藤，我就解藤嚟食。你話會記有一款啊 square rectangle 淺色嘅啊，迄款餅啊，鹹嘅啊，佢叫咩啊？是cheese 咧嗬，上個 cheese 特別，伊唔是 cheese 啦，係上個尖頭嘅 shape 啊，你看。尖頭餅，我見食，哎呦！即係我超嘅喎，即係。見食咯，尖頭餅，伊淡薄 savoury 嘛，伊鹹淡薄，แล้ว嚇掉金色，แล้ว是胖上尖頭餅你睇到咯。我見食係你。裝見食咧，要後面會食下。叫人困了，無下邊咯，唔知樣咗困。叫我清呢檔，叫我清為你嘅食咩邊啊？但到會記點上細漢點上是你記人叫雞夾邊。雞夾邊啊？使乜會記？伊成個雞仔餅人成啊！雞仔餅是唔是講鹹淡薄嘅？伊是成個白色嘅，packaging 是白色嘅喎，然後伊是成個唔知成個一粒綠一大包本嚟到一包嘅嚇。對。雞仔餅啦，伊鹹淡薄落淡薄嘅嚇。那一個係麻子可能。係麻嚇。係麻。我會記，แล้ว我會記是較濟買咧雞夾餅，較濟餅是較濟是去一包嘅買咧，伊樣較濟伊白咧頭前有一隻雞嚇。對。咧伊往時掉個咧紅色嘅白色嘅線掉了。是。當每樣佢個時候嚟到就講咩？嗱，雞隻餅有咧，伊是一隻胖嘅，伊成個伊淡薄鹹嘅，你可能伊成個cookie，成可能攞伊形嘅咧，無講隻大地一可能 BB， 特別伊garing了，我記鹹淡薄嘅。
對，那我記曬咱去一波俾鹿油啊，去 pomelo 係啊，有啊，有啊，對嚇，就是俾幾件餅了，香香嘅。對啊，加 beta 唔是 beta sauce 嘅咧咩嚇sake嘛。sake 嘛加，咱去一波俾俾，其實有 sake 嘛咯，雞仔餅咯，油蛙咯，鹽焗雞咯，啲醬菜雞咯。誒，或者咱講一波呵，或者咱講一波，我哋要寫起來先。一波。哎呦，一波我係食緊 hometown 啊，一波。哦，是咩？因為我係抹啲一波大嘅嘛，所以我能清定啲一波嘅。哦 ，OK， 或者咱講一波嘅啦，我哋。Oh my god！ 我嗰時候就一波。誒，咱有冇俾看圖啦？那是到啲美國嘅人啊，即係後尾時走一下美國嘅人，那是就是俾訂邊咧學件T-shirt 效因為我冇寄嚟 US 嘛，特別我有人嚟 US 俾寄人嚟，所以那是亂嗌嚟講係我 email 我講啊，還是去 message 我，特別真係 Instagram 啊、Twitter 啊、Facebook 啊。Snapchat 最近啊冇咩用 Snapchat 啊咯，最近嗰啲 Instagram Story 啊咯。你知做咩事哦？佢哋Kylie Jenner啊，伊寫了叫個做咩事冇啦？用 Snapchat 咧，แล้ว Snapchat 係 stop 啊？架啦拍架啦。我冇伊就是我一落嚟嗰時就啲 Instagram 較濟人看嘅。So 我特別我 try Snapchat， 特別一隻換嘅 design 時，我實冇咩好用起啊。那變做我冇實冇用起隻咯。但係因為當初特別 T-shirt 人講他們 design 㗎，他們 size 係我 directly 同你講句嘢你先。OK， 講到啲一波，我俾寫起來一波特別，但我並未看。OK， boiling。你suka吃咩餅？boiling。哈，睇到。你suka吃咩餅？我suka吃個料嘅餅。嘅鏡頭第一suka吃，你講睇鏡隻行咧。條餅。嚇？係咪嚟？嚇？條人搞 NSC 啊，一人唔少上餅嘛，對。嚇？人家豆沙餅啊 flicky，一人嘅餅。安怎你講話一邊安怎？伊有像個迄土豆湯啊，土豆湯嘅餅啊，了個有一種嘅啥了個有放迄個麻糍到頂面嘅。安尼你成日啊，譬如講係咪叫做鴨暗啊？鴨暗。哦，我嘛見招，你話講是條主人係咪？啱，我冇見知啊，啱龍仔是有沒有？依隻啱莫管人香咯，叫做啱。哦。你講你教英嘅時，你是講教英調住人教英嘅邊有真一行款嘅嚇，還是一行款嘅？冇真一款嘅。所以有啱咧，啱裏面有成女嘅糖嘅咧就。暗裏面都加啲其實裏面女嘅糖嘅。我講聽，老師講聽啲邊好，落去邊店啊，只到去邊店咪是買隻這邊，冇想先呢。你去用繩咯。得咯，得一間。用繩啊，用繩啊，你叫啥咩啊？用繩 confectionery。這是吉隆坡邊嚟嘅。多咯本有嘅啊，特別伊個 branch 啲麻婆，伊個 HQ 啲麻婆。我是看邊店啦。OK， 我個講邊，我是個教細漢嘅是Mary 邊。學到我講 Mary 邊。哦，但我你講掉本啊。OK， 阿達子嘅 Mary 邊落行咯。哦，你講掉本搞咯。我就我是個 Mary 邊，係咪嘢？Mary 邊好，佢就我細漢嘅時候就玩咗腳。安怎嚇？你係到底你吹知唔知啊？唔知，我換另換。哎呦，美國你是個隻咁邊啦！
特別我捌換過，我捌浸過水過本。我土無類嘛，近係在條碗白罐水嘅。我明白，我冇捌用過。你可能是你係冷餅一本咧快糯了咋？你係冷餅不啦？你係冷水換呢？一本咧快糯起。是我捌換過本，你是假係你係煮嘢時，你都熬多一粒。嘅 drop 落去啊！嗬，你看到伊一點嘅坑嗰邊啊，我們掃伊嘅水。我捌食過，特別 Mary 餅較甜啦 ，Mary 餅是講，即係餅鹹啊！這是啲啲銀幣，好歡迎啲啲銀幣。啊 ，hello， 啲啲銀幣你是個咩餅啊？我叫王講啊。你看那個到底哪？我把路去 supermarket 買餅對呀呢。我看，有人看到買餅來。別啦，別看啦，我電腦冚起來啊，咋了？兩條 sticker 別看。我都看到你當機。是咩？啊！哦 no！ 我都看到你。看個了啦。來，夾你邊出來我看，免看你面，看你邊，唔是你係一啲啊，你個。嘿，我到印度啦。哦，你到印度邊邊喎？這是學表無對學表。這是咩邊啊？看到小暗啦。看到小tasty。你到印度過啦？你到到過啊？我再講你喺邊做工嘛？係啦，我哋拜個端啦。小暗你邊過來另個啊？等你 camera 你哎呀，你真係事咧 ，ice cream 餅啦。哦，是 wafer 睇你嚇，是 wafer。都係咪？你 camera 你 camera 係邊個去調整嘅 camera？啊，唔係 camera，唔知有調整 camera。你慢慢。你到底成間機嘛？你 camera 你 flip 佢向頭前是邊夾起來你管咯？未曉啦，係咪未曉啦？都飲咪啦，嚇都飲咪嚇。你是唔是用得電話當機？攞電話把對嘢聊你電話冇電腦我用電腦。哦 ，OK， 都飲咪即係咩餅啊？伊是 butter garlic。哦，拍廣告，我係拍廣告嘅，走去買。哦，這是你到底印度電台看到下？係啦，巧克力那罐。安怎嘅歌唱我聽下。唔係啦，我 A 啦，小 A 啦，我上 A 啦，看 video 啊。你攞呢邊啊？係啦，攞包年啦，把這個去買啊啦。你到邊你去到久啦已經，個久啊嗬。兩禮拜啊。兩禮拜呢？兩禮拜你去印度，你無成啊買起來淡薄馬來西亞邊個餅買等於厝係無啊？會啦。啊，最浸圈嚇。做แต่วังไอ้เจ้าเสียงวังเงยซาพังหัวคิดจิซาเด OK 嚇，看你個對嚟啊！哎，如果Pringles 我覺得 Pringles 應該點嚟嚇？哎，Jumpstart 啊！我咪是冇 start，當9點啊，馬來西亞點先？你兩個時間有嘅啊未？我能驚啦，我都當你個是，因未來馬來西亞冇有嘅馬來西亞。我澳洲。馬來西亞，我啲英國。啊，那是對馬來西亞點先嘛 ？Kit Kat，你個另外 Kit Kat 啊 ？Kit Kat，想啦，你看個字。OK， 我開 video 嘛。啊 ，OK。上 A 啊，當講先。啊，冇可能看到你白對邊啊，定。啊 ，Kit Kat 是。啊，應該點？你當對馬來西亞點先嘛？所以馬來西亞點先？我唔知馬來西亞點先，我知你講 CDT 呢，所以我對 CDT 嘛。哦，是
我人我點先啦？我人當今是，特別 I thought 你 Google Plus 會 Google Hangout 是做你 local 嘅 time 是咩？我一下路係。time 是你係哦，你係 Central Time 嘅，你係中英嚟點聲。So 我哦 I thought 叮當嘅是一出嚟，你知哦，一出嚟 local 嘅 time 咋？哦 ，maybe 冇啊嗬。無了，你等下講我聽，你點聲是幾點？當今是你唔係看你嘅手錶，你嘅電話咩？啊，當今是8:53，早起，所以你嚇，你起來7點，冇，我8點，我較早較早幾個月度早起7點車咯。比如當今8點個實啊！我嚟落了，睇下你7點鐘較換個人，冇你5點鐘呀，你5點鐘呀較換個人。平常嘅是6點鐘嘅。啊，個英國啦。平常嘅是你特別6。我頂禮拜換點先咯，頂禮拜。哦，人個後禮拜。啊，啲任先生，歡迎 ，hello。Hello。即係阿漢了，即係我未。即係是幾毛錢，hello。So, John, when are you going to Penang? No, Manny 嘅新疆。Manny, that's one. 啊，就是啊，就是。Manny 新疆。Manny 新疆。Do again 啊？啊 ，OK。OK，我未去換衫，等我。啊 ，OK，Manny 新疆對潮新貴新疆，我較歡喜呢，本來今年新疆冇得貴呢，我覺得我想對 Manny 拍算 Manny 啊。OK， 啊，嗰一部講到邊一個啊？我今日講到我學到這對講到對，讓會叫有一種嘅餅到底餅店嘅買啦，特別伊是鹹嘅，伊成個有味素嘅，伊成個是唔知是膠形嘅什麼啫？膠嘅，伊是膠啊是雞啊什麼啊？還是糊啊？我未記，因為形伊是酸的。你是酸誒，你買嘅時候，你買一隻，那是點呢？糊誒，哦，糊嘅形誒，夠買過嗎？特別這是去店，是邊平時邊店啊，佢咩酸啊，你知道？你用嘅咧電話鋪啊，定到我能細漢時啦，啊，你電話 telephone directory 啊，電話鋪啊，你一指做成隻棍咧，是一倒到啲你棍入面。好料咯，你一成個咁胖啦，呢？本是咁成啦，呢？別人個係咪邊講？兩間店邊都冇講對句，邊隻仔嘛？你要食 local 咧，還是愛食 branded 咧，還是愛食 Malaysia 咧？咱使講咯 ，OK， 當然咱先講 local， 咱係本地性咯。我用 John 啊，你記咗紅公鴨邊啊？紅公鴨邊唔是係貴超味嘅。紅公鴨邊是係你是講啊，人食貴邊還是食紅公鴨邊？對。以後你出嚟 little basket， 以後你出嚟拿咗嘢邊來hand拿來邊。啊，杜郎，對。三豬籠係咩嚟？啊，對啦，三豬籠我哋哦。豬籠啦，浸豬籠。以後出邊冇攤除掉。哎呦，頂陣時出去英國中嘅一個情節，我都好對佢是即係俾佢就講咩？啊，恭喜發財，歡迎！恭喜啊！日本鏡吧咯，你去依家我看咩嘢日本鏡 ？Hello， 恭喜係咪浪？恭喜啦！你恭喜咯！我看到你攰到頭卡嘛，或者老咧，
贵些介在贵世界人在个了咯，来看者来啦，来看者。誒，買啦，你冚啊！哎呦！講喺 supermarket 買物件，等你個袋。買咩？你去行個咧邊位下啦，好玩看一下邊，意大利邊上。哦，你自己咯？自己嚇，咪咯，自己咯，隨便練啦。你肯定看到邊嘅時間，佢好玩看邊誒，係 OK 啦。OK，恭喜。冚聲。Thank you。啊咩嘢啊 ？OK， 我講邊咱講本地邊，咱個時候都還未個，無相款嘅邊，咱冇講嘅。豆沙邊是南面豆沙。綠豆嘅。綠豆哈。誒，我是講隻豆沙邊咯，豆沙邊有幾難款嘅。係咪叫咩特色啊？仲講咩特色？哦，這是阿龍啊。Hello， 歡迎。喲，我是講這裡咯，這裡是個咩？這叫豆沙邊，是香邊，這唔是叫香邊。香邊是我食嘅。哦，這是叫豆沙邊。嗰另外一邊，淡飯邊，是唔是？淡飯邊咪是豆沙邊咯。啊，淡飯邊 ，OK， 淡飯邊豆沙邊。你啊，咩名？豆沙邊、淡飯邊、龍珠餅。啊咩？哦。咩啊？靈珠啊？龍珠餅。哦，龍珠餅是 brand 嚟啦，就是白頭啊嘛，係揼咧螺頭咧，實價。你知唔知？咱講啊豆沙餅嗬，豆沙餅有兩種嘅形嘅，即係一條一雙嘅。冇，就是大地嘅飛地咯。哦，係你是叫大地啦。邊是一包就咧。parchment paper 哈，一包就 parchment paper。係老婆餅咩？唔是啦，小直接講老婆餅裏邊是喺你白糖嘅。阿涵，老婆餅裏邊是白糖咧，我聽呢度呀。阿涵跟做人老婆嘛，即係想到老婆。哎，冇啦。所以有一雙嘅嗬。豆沙餅呢個就是很一粒嘅啦，呢邊咱叫做豆沙餅嗬。好啦，大粒嘅就係叫大粒嘅叫做豆沙餅啊。細粒嘅其實ยัง阿妹嘅出嚟嘅，迄個細粒嘅咧嗬是叫淡飯餅。哦，對。因為淡飯餅大粒嘅迄個個團湯嘅咧，個果渣咧就種白咗包嘅。白咗包掉。白咗一條啊，六條。兩兩之間真係特別嘅咧，迄個叫做豆沙餅啊。家食豆沙餅，當見迄個細粒一粒，有當時講兩粒一條，三粒一條，按包食白咁包掉，迄個叫做淡飯餅啊。你知我迄個食過啊，我年代嗰度淡乜亂很白啊。我在嘅時候，伊就啲壓然後就咁樣貼嘅。哦，樣貼，特別咧嗬，因為有啲人伊要寫本字嘛，係了交尾有發生喺咩事度，就是去 Australia， 去 Australia 玩，Magical，變做有嚟公司咧，就時候就講我有嚟國家，伊就俾 quarantine 呢啲物件嘛，如果以後到 Australia 咧，我時都啱啱包嘅話是會使接嘅。哦，特別你去是按看特別手機，但係冇乜線嘅咧，嗬。嚇對啦，你嗰陣時有 hand carry 用手掛嘛？係啦，陣時講冇包嘅話，你學 ACD 呢面頭整會一開嘅咧，一粒叫客嘅咋。喲，梗當然咯，梗當然。你叫阿韓邊同阿當然啦，只阿是有包嘅，只阿是冇包。我冇暑假食比較少。你會使開咧冇包啊？就起行就叫你點嘅，你卡死。有啊，有一擺哈，我嘅姨對來啊，我嘅見家己做過餅嘛。了，伊一半是有內錢，一半是無內錢嘅。了，迄個開，了，伊去家是倒去切啊。好彩可以切到一地是無內錢嘅哦。了加了貴，哎呦，伊啊欠淡薄，伊是嫌棄哦。伊是有咩好錢就唔使啦。又唔是講貴，有咩好錢？係咪？唔是貴類物件，是訂到無肯食。是啦，
唔是你頭螺是激先杜蘭冇肯食嘅你。我本上就是因為我就是個食八卦嘅，我過嚟除我就唔使一邊食八卦嘅嘛，特別韓國八是比較入口嘅。哦。特別伊包咗少少係啲，你有陣時伊看你人冇咩物件嘅，伊就冇出聲咯。你成日驚啊，很奇。唔就行過啊，買咗半行啦，你望做個真誇張嘅物件啦，估計拍照好啊呢。你行佢啊！哎呀，冇八卦啊！實個冇八卦，冇啊！問看咩？冇啊，冇八卦。看咩？佢咧，佢拉到晒啊！八卦。OK， 你阿龍，你是個食咩邊啊？我就是個食邊啊咯。嚟講，咱講本地先，咱講本地。我是個真正是我是個食桂板雞。哦，你派菜啊？我是個咁，我免菜嘅，因為我個是會曉做嘅了。我知你問你個你幾曉做，嘅你個擺書啫。我明白數誒，我講我愛做，我愛食，伊做了，伊叫人教來好玩嘅。唔係，你特別學，你特別學。Sorry，我叫你學。你叫你個帶你去啊，即係 Botanical Garden 下邊後尾 waterfall 有效，然後去後尾人哋拍你個隻，拍你個隻，團你桂板雞你辣頭你。你買嚟講我係使去嘅，我帶你過去。冇等你就你過去啊！冇後悔，幾拍辣係嘛？因為啊，真正少人做啊，當今白桂板雞。哦，當今有人做桂板雞，我同你講就出名啦。好食啦，好食。金培啊，金培真係做這物件咧。哦。啊，金培起來，金培做邊係嘛？啊，對，金培做鬼啦啫。特別我是想。伊做邊個做極嘅？伊真係做這物件，伊賣嘛，伊幾年嘅時做個泡餅，做個熬唔是？係生意好啊！我開始個食邊嘅，我是個食鹹邊冇味素是種嘅。嗱，點解米粉咪是個食咯？炒米粉。你同伊冇味素冇興趣咯，有啲你 Tesco 呢所在買就覺得有油嘅。咩有油嘅咩？有油嘅，伊話有股油。老餅個好食。哦，因為你股油味嘅嚇，你頂到係冇我行嘅，頂到是你 cardboard 呢，一隻 cardboard。你有一個 J 嘟嘅白頭嘅鐵。啊，對。J 嘟嘅咧，伊冇有一種冇股油嘅，特別伊咧嗬，較無安尼好食。但係咱講嘅票係咩？合嘟。合嘟冇好食喎。冰嘟、棒嘟。真正好食嘅時種插蛋媽，你規件店嗰度T C O 味啊，多啲呢 T 啲呢。喲，當你顧過，肯定店得不嬲啲故事一經啦，我回你去嘅。係你去泰國，係咩啊？講到啲。我第一個食係咩咗？我第一個食係麻餅。麻餅，以前是咁女嘅。唔是。哦，定一個靠麻嘅了誒。伊規地係啦，一定有真一隻粒細細米嘅，真一隻粒麻。哦，我麻嘅。真一胖嘅咯，伊嘅麻油嘅味道真一胖嘅咯。你講是到底不落地骨是不是？定到講，即是定到講定到是正古一整啊，至30年整。伊對面有一間做客車店嘅嗬。伊一間店賣正久誒，我朋友名啊。我隨住啲名誒。我朋友嘅店嚟，我到他當我是朋友，定到逢星期我個仔去我等我十部的士仔。你記你十部的士告訴我，講我去到你 Bloody Good 頭前你架車店嘅時，伊人落車時就訂位看者，你位車成10部的士呢，一個人走嚟安啲嚟未話，佢但就冇一句類啊。係你就是係我朋友就是伊擺店就是朋友。唔知咩，因為隻名真出名，真隻古咧。我下龍吹下先。你伊邊店頭整嗰時係，伊邊係店嘅是炭嘅錢。你嗰時你無記定俾換好啦，布洛迪嗰時紋身咧，我是有一個安迪材料嘅料嘅箱去擺檔。哦，布洛迪嗰紋身啊！布洛迪嗰紋身。有時講到對羅朗嘅朋友嘅。羅朗，伊是我古早伊開一個先，你表邊叫咩啊？你羅名叫咩？
誒羅名叫咩名？一開就 City Building 咧，City Building 頭先俾，個 building 咪頭先俾，一見到就一開一上嘅咯，炸起一個 building van 裏邊是間料是邊係上嘅，金色嘅。佢哋鐵嘅正啊，鐵嘅。啊，我看到即係豆嘅，唔是豆嘅，佢哋啊，就係啱 booking 嘅，一定是應該中啊，佢哋。我看到啲啲人變係變係話，呢是件是被要這邊是被 Bible 嘅。布羅蒂克我得只㗎，你會 just 個路咯，要一件就是 Bible 咪叫做唔使 evangelist 係咪鬼嘅？我係朋友嘅店咪是看我頂到係 post office 嘅，唔是我 just 入邊，啊咪咪是上一條路啊，條上就一幾邊啊幾邊。I think 對啦，I think 上那邊是一間嘅間店啊，到底係你頂到你啲搭係邊嘅啫。對，邊度一間啦？一間咧，那講咧，我講咧。啊，對，我講咧。講咧係一間嚟嘅是，啊，唔是嗰啲就是被加人嗰啲運動關係物件，像是人嗰啲。哦。嚇！我就係伊唔是我講咧，特別差唔多俾教官咧，唔知佢做到經嘅一經嘅咧。做一經嘅落經嘅，係咧佢 clinic 嘅。你意思係講我兩回才會，當然個兩回才會入邊，我兩回才會入邊咯。啊，對，我係會嚇。嗰對面就是你播索嘛。有你名起咧，我朋友店咧，唔知咩台啦，咩國台啊，咩台。對，你講個台我就想知啦。嚇，唔知咩台誒。喂，病係我除咗一幾邊店，汪啊！伊定到你啲惡結，我你啲惡結入邊，唔使定到當個喎，樓頂你啲惡結就已經係。啊！我看啊，是，我看到啦。係咪睇啦？我看。唔是睇，伊是集會店，真係先我看者。啊！我擺時嘅邊邊。我搭冇去，我除我朋友到嗰邊，真係古誒，一隻老酒擺嚟嘛，一點，即當今個有啩？古個，我定到我舊年我對於是我古邊邊嚟食喎。你特別入邊邊，我見到是個隻麻餅，我冇看到麻餅，嗰個是個隻咩個？我估是個隻。安裝嗰邊？安裝嗰邊嚇，我同那邊，我是個隻香餅係，其實我是個隻香餅，我唔係見咗，定到是聽咗嘛？我就聽講，伊就聽到明我實未記起啊！一條底遐，一聽到我媽見隻香餅吼，伊邊啊一道底咧，一道包嘅香餅吼，條底去煮，我人都知我拍電話我人到底迄個都喺咧特別講阿伯打明食迄個布羅蒂雞啊！我知特別講好一邊為食物件是伊走嚟夾嚟互人咯。嘅好啊，香餅我唔記名咩曉。而家是一個上車嚟嘛，叫做王太嘛，呢係乜啊？對，王太我本身我朋友誒，哇！我計好了，我計謝人個。王太 ，Hello 啊 ，John。Hello， 大家歡迎。個講無啊？冇講啊，水啊，上應該用 Apple 啊 ，headphone。暫時冇噶啦。你當然，我哋 clean 下廣告，邊啊？嚇！嚟學我講 clean 啊！你特乜名咩？你講咩 ？Too tasty 係咪 too yum？好啲。yum。哈。You think he's feeling like the start of my baby? 伊是叫人家話是阿莫啊？佢啦，都冇阿莫啲都飲。啊。你而家廣告啊？伊是你叫人家係邊個廣告？我聽啊，邊啊？哈，我冇想看咧。哦，那就最對啦。獎哦。真係成日超嘅。OK 啊。出名
應該中你是個食咩餅？你看什麼餅？甜嘅餅還是鹹嘅餅？啊，凊彩特別本地啦，馬來西亞。我較喜歡食鹹嘅餅。哦。你知冇有啲冰哦，真係哦。喺馬來西亞是有賣美國嘅餅，Nabisco 嘅票嘅 Nabisco 嘅公司嘅會記得，然後 Nabisco 做 chicken 嘅 Nabisco 都會記得。未記啊喎，對，應該對，唔是啊，即係你冇看到喺邊啊？自己啊，你看未到咯？係你白色嘅咯，白色嘅。白色嘅對，迄時嘅。一字係咩字啊？係咪花嘅？而家就雜貨雜會。啊，雜會。呀，HCH 啊，我朋友是寫菜嘅咯，是唔是菜啊？咩菜嘅？慢住你。試一條出嚟，啊，都隨便叫你可以嘅。我冇啊，lost touch 啊。佢哋是 Common Road 是唔是 ？Pulau Tikut 嘅，Pulau Tikut 嘅。Common Road。黃太唔是我朋友嚟，黃太是我嘅。最你鬼我知。小歐嘅朋友。哇！頂擺係你一列是沙洲嘅飯店嘛？沙洲嘅飯店有一列啦。沙洲飯店係咩？飯店賣飯嘅。飯店賣飯。雜菜啊！飯個三倍嘅。我看你去 Google View Street View 啊？等去 Google Street View 先嚇。你講你是個食咩？我等吹掉。我們食 chicken in the biscuit。點解你講你係咪 chicken in the biscuit？我唔知喎。鹹嘅餅啦，成個絲絲架嘅味啲鴨誒。哦，即係馬來西亞味咩？是唔是雞仔餅？你是美國嘅票呢？誒，咁我講到雞仔餅啊，美國嘅票我知。呢是要個要味噌粉個卡淡薄成粉鹹嘅粉咧。有雞味噌啦，是雞啦，雞。啊，雞你邊食菜嘅咩？以前食牛嘅喎。牛，對牛。等下，我吹去食。兩下對牛。我講嘅冇上店咧，我講嘅冇上店咧。哦，冇上經，冇上經。牛對牛。看住你。牛一hin哎呦，是邊的牛一hin對，唔記唔是捷徑咧，我未記，我學你看另外一兩件啊。伊是咩咩？伊牛咩？兩咩？我學你看一兩件，我好聊過。係咯。我未能 share 兩個。share 得把你 window。這裡。Windows 之類啦，之類啦，我知道，佢有啲掛嘅喎。啊，牛唔是菜，之類。哦，正要寫掉牛 and。班主利掉。班主利掉，但我看伊看我朋友啊，冇看到我朋友啊，伊冇啦，我朋友在做白行工，咪搞 accountant 什麼咧。這個應該是18咯，這個是18。18位嘛。阿張看外 window 你會看到未？有英的。牛對，牛一hin是我朋友名，梁一星。啊，應該chicken in the biscuit。看到啦，這是阿毛誒，這馬來西亞有攤賣咩？唔是阿毛，是美國嘅票。馬來西亞係攤賣，這邊未攤賣。哦。你夾嘅我開阿本嘅夾去。呀，你講食鹹嘅餅，你是個食鹹餅啊你？鹹餅，我可冇食。來四角餅啦，人叫四角餅。啊，你是個只？四角餅係咩？鹹餅咯。人去啦，對，來，我看過知道個，我冇你個這裡，哈 ，cream crackers。我冇係咪食？你到厝啊？到別人厝到你自己厝？到嘅？我係厝到。哦，你夾起來，夾一袋出來。哪裡啊？啊，未開過呀？我看伊個鹹餅。合嘟嘅鹹餅。得。哦，我未開過，你到底去開我冇人啊？
我食佢 cheese 啊！啊哟！啊，笑臉我們啊，是咁我是感覺對上無比不爽咯。我只是成 nostalgia 呢，我只我無比是個只定打死。我日本國語嘅。哈。你等陣係到底你啊無流行啊嚇？無幫啊公那邊。哈。我揾看 camera 係個錄啦，我揾看錄啲，copy all 講嘅，耶！因為我而家協助小英起來啊，做個確定。嗱 ，OK 嘅到嘅我都記一隻邊啦，係到啲你浪嘅邊啊，然後我協助小英起來，我 snap， 我可能。對啦，對，我看睇到啲 Instagram 有個 post 先，邊啲我見到 Instagram 嘅啦，哇，follow 啊 ，Instagram มัน做講啊，學緊話人愛講出嚟，很 hip， 阿龍啊，น้องไม่เห็นอีกเลยInstagram 係很 hip 啊。OK， 講呢邊，應該點嘅邊，個隻 chicken and biscuit 咧，咁咪咱本地嘅 logo 嘅邊咧？本地邊，我冇咩食本地邊，平擺細漢時食咁巴 chicken biscuit。chicken biscuit 係咩？我會去買，睇下啦，我有一個。哦，雞仔餅啊，雞仔餅啊，雞仔餅。你咁講啦，即係呢個仔啊冇話了。呢個有啊？有啲人啊，我看。這裡是我買嘅好加工嘅，這裡我冇食嘅，比大鋪啊，啲馬來西亞西邊嘅馬來西亞大鋪嘛是有人家己嘅，這裡是標準嘅。哦，哈，對。啲人叫佢 chicken biscuit，特別那邊冇嘅，冇咁嘅嘅。鹹，這裡裝嘅成個豆沙餅，特別那邊有味糖嘅。哦，這叫做胖餅嚇。唔知你讀讀一字來看啦。香餅喎，這是叫香餅喎。煨炭燒香餅。嘛，買特sauce，你寫買特sauce luôn rồi。錯咧，買特sauce掉。我是買好加工嘅。因為我跟食買特sauce本來就講食誒調理手機，個爆爆啊！真係是有啲這邊食談食了啦，先正是啦，當然是。我冇可能食當然正係邊。咪講成隻餅咧，咪平常時咧隻餅，我咪等隻呢自種嘅餅嗬，我想話螺絲條咯，螺絲條啊，螺絲條是個意大利嘅人食嘅咯，咪係 baguette 呢？唔是，我 biscotti，有 biscotti 啊，卡咖喱卡定嘅，最叫啊，陣，威靈。你是叫咩名？食了伊香片咩？哦，我這個食好久邊呀，有 spiral 呀。哎呦，我驚食咯 ！My God！ 我真是看到我到底愛點看到啊嗬，然後伊個店人家好似講，伊冇咪落嚟講，我講因為我冇咪落買啊。我會使直接內邊食幾包個了咧。誒，食了冇事啦，使行嘅喎，你哪有行？笑啊！誒，大陸有個攤賣啊，好料誒，各位聽眾老師講齋掉好，講講隻報告啫，到底大陸有攤賣條好食誒紅椒餅，我真係個隻紅椒餅，紅椒餅咧特別辣。阿 John 啊，有一間啊，個金沙嶺位啊。我聽到佢買嚇，金沙嶺啊，差唔多哇邊喎。你正到又賣去又炸粿，你啱明？啊，一間店真老啊喂哦，伊人講就30年、40年啊喂。因為除咗咩苗？係咩嘅？
真大咧呢。他是要坐喺企下朋友見你，人教真好，人講真好食。你要托豆都得哦，要托豆呢。我成日啱佢人咧食咁節攞3、4個啦，出備啊夠咗。阿張出咗嚇？飛機啊？咩飛機？啊？係咪機 ？NGKEE。哦，NG。NG 啊，是 ENG。NG 呢 ？NG 我寫出嚟。有等人咯，有等人哦，都未有等人。N 是英文的 N 啊，還是 NG？唔係，我寫起來。人講10年啊，經驗。NG 到底真大咧呐？NG。嗱來啊啦，叮當，這哆來咪。來啊，響響未記。哈！你都唔是真歡喜，咁啊換一個禮拜啊嘛，個未記。我好驚，看戲一半啊，看到青驚。就青驚，就青驚未記。對。你人有食呢個？講啦，邊。scone 啊。唔是。biscotti。我看，我冇看到。阿 John biscotti 啊。這是我紅煎餅。啊。我知我紅煎餅是古雞嘅。阿 John，你是講 biscotti 是唔是？不，伊是紅煎餅。等下你看哦，一罐。你一罐 biscotti 哈，來。我是個隻 biscotti 本啊。紅煎餅，當你講餅。久了嗬。就7點正係幾啊？哦，OK。哦，你煲呀？你 biscotti？你 biscotti 你煲呀？對啊，馬來西亞 biscotti 嗰啲煲嘅喎。哦。biscotti 冇蝦米有味，冇蝦米冇味素嘅。我是個隻啦，有 nut 嘅事就好似啊。換個味咯。啊，換個味是定定啊，換個味嘅味味去。啊，哆來咪，你是個食咩餅？哇！本地餅。馬來餅。啊，我嘅就係咩啊？馬來餅個鹹餅有糖嘅。我唔係一種是內邊有葡萄乾餅。葡萄乾餅內邊一夾了葡萄乾 raisin 啊。安怎夾喎？我唔。伊是 rectangle 嘅 size 嘅。嚇了。伊唔是 square，伊是 rectangle 嘅長。係了，內邊有葡萄乾，我食嘅種葡萄乾夾了嘅餅。夾掉那邊攞定嘅掉葡萄乾。對，葡萄乾是到底嘅餅甲餅中會內邊嘅。哦，我冇食過咧，咪只葡萄乾咯。未啦，你想啊？一粒呢？淡薄呢，冇講。哦，誒我冇咩，真冇聽過呢餅喎。別人冇聽過啊，別人。你葡萄乾。等陣我 Google 下先。啊，你 Google 下很快。唔捌喎。Google 上呀，我加 send 起來。OK，咁咱講這個老餅。魚仔餅。啊，對，魚仔餅就魚仔餅，是一波誒。我真係驚食魚仔餅。魚仔餅。我聽這個一波是我阿哥俾我食，我白。你人轉嚟記嗰啲雲南邊哦？安怎啊？伊叫潤拜耶，伊是成一個 pancake 啦，要頭豆到背面嗰啲。咩叫？伊是細細地成一個 pancake，細細地伊是成切嘅 pancake 切咗啦，係頭豆背面咁一粒頭豆。誒，迄個是 fresh 嘅嚇，唔是，那是粿啊。唔是粿，是餅嚟。餅啦。哦。我 Google 下，名做咩？伊名做 Rempeyek REMPEYEK。呢是雲南嘅餅嚟。我 forget。哦，OK。
腥啊？唔是像鹹鹹鹹咧啊，鹹鹹。好食哦，頭頭。我現在好食，幫人看呢。你看得到？啊，對。伊是特別那個坎坷吹，特別你時常去個環境所在嗰度吹到。哦，環南我沒邊啊，應該是冇食到環南那邊。呀，成個冇環南。也唔是干那拉呀做邊嚟咩？平常時有食啊。就啦，冇咪就我在邊個咧是鄧人邊。你一個有江藤咧，江藤隨邊哦，江藤土豆，江藤嘅咧土豆藤，叫做對啊，當時仲係個隻。隨便啊。隨是隨便啊，你講。隨啊，我同你講吼，上個時間那邊咧，咱有夾迄個薄餅皮來包嘅。哦，有時？哇，好似哦。no，我唔薄餅皮。係啦。個鹹鹹甜甜嘅。對，伊南面只甜數嘛，伊頭糖，所以你包伊個薄餅皮鹹鹹下，伊 balance 伊味道。好了，我們時間食。我 PM 都係做，我 PM 都係你小英，我比較大正 share 出來。嚇！不得乖。你 PM 到係 PM 啊？hang out 嗬。hang out，但我特別去開 hang out 個。冇啊 ，Facebook 錄咯。你叫好啊，咪叫我 hang out 咩？我見你去 hang out，應該係 chat 嚟啊。但我看到你講叫 link 嘅話係你。對，我紅眼時候未去按我隨 link。我叫你使 share 好呀 share 好呀。等我等一看，等一 share 啦。嗱，這隻菇咯，冇看到。哇！攞看到嚟？有，我馬斯卡食。嚇，這叫咩餅？葡萄乾餅。我叫葡萄餅，葡萄乾餅。葡萄乾餅啊！葡萄乾餅，你講咩餅講？小 K 嚟食，喂，諗緊啲幾種嘅餅啊？菠蘿嘅餅。係咩餅？誒，我未諗過，但係冇人知，當然較濟人我未諗過，人知係一種嘅餅啦，擺那度講嘅餅。係咩名嘅？我近日就係撈票呢，講嚟都講。阿達子啊？唔是阿達子喎，擺那度講嘅喎。我知啊，是唔是要個白白嘅到外口嗰陣一鳥嘅事哦？係咩白白啊？以前甜甜嘅物件，因為你是冰塊，因為你是白色嘅。冇。覺得到外口嘅唔是啊？誒，你講嘅是阿達子啊？阿達子。冇啦，唔是啦，另外一種。特別一邊外口有包了一隻食較糖嘅物件，愛心。哦，冇。唔是你。唔是喎，我馬斯克食誒，伊是定，伊無味無爽誒，伊定啊圓嘅，嚇那個成個腦春款誒圓嘅邊咧，伊淡薄胖嘅嚇呢，特別定無味無爽誒，淡薄甜淡薄成個事，我馬是淡薄。แล้วก็胖邊成種蝦米咪嚟下胖邊是唔是別特殊？冇像嘅。旁邊別少。旁邊是較大粒嘅，旁邊嘅diameter差不多是。邊大地嚇。5-6cm 嘅款嘅圓嘅，然後裏邊是白糖嘅。哦，糖嘅。白地sauce 裏邊嘅糖是成個 caramel 愛。薑糖是白色嘅。哦，係咪薑糖？你講咗 sorry。旁邊係白色。哦，特別伊們是黏黏女女嘅嚇。對。哦，這差唔多像啦，未夠我 confuse。แล้ว我細漢嘅時候。旁邊係大地嚇，你講，較大地過。旁邊係大，伊diameter差不多是5-6cm嘅款呢啦，大。你講到細漢時啊？
我細漢時候，我father教我入旁邊泡小水，1秒小水去碰嘅嗬，個字嘅，所以叫旁邊啊。我father講。哦。但係我大漢了，可能就先是老人嘅。我每個字人人無人泡水字啊。誒，冇可能這是傳統時節。你是講，你係做水個浸落去，佢哋攪成白นั่นเหรอ？對。哦，可能愛攪嘅，愛攪嘅。哦，可是攪變成成個白นั่นเหรอ？然後就 nested 就是他那。係啊。對 testing 嘅。係咯，我咪 try 過喎，冇就是叫旁邊嗬。你 try 啊？你我計講，個苗見啊，我計講，嘛冇電器，個苗見個夾但冇疼個電。哦。味冇知啊，我講。我每位白寶看樣仔啊。浸小水。我定但我忘講，但差別分講誒，就是嘅 Mary 邊，特別浸靈水，白滾水嘅靈水。你掃開但冇旁嘅，你浸咗最好是一隻米嘅啦佢啊！你浸靈水嚟講，你掃旁嗰陣係脆，你特別轉嘅就係咧，但是講你夾係頭姜咧，而家用破咧浸咧差唔多幾十根，佢都真係差唔多旁一下係就脆對隻。唔是浸古靈浸米咯咩？有啦，我靈水冇有嘅，我定到時米咯差別分講伊全部都係浸水嘅。我喺後面很着迷路啊！個未飛過啊？豆沙餅，點樣講豆沙餅？香餅，係咪餅？雞女餅。雞女餅是係咪嚟嚇？波波嘅像圓圓紅起來。哦，伊是唔是夾去逼嘅？伊邊是夾逼，然後邊伊外口是較厚嘅，中間較白淡薄嘅是哦。啊，對。啊，我先是看到鹹水甜嘅但有人賣。哦，我真唔知啊。個一個是紅茶蓮嘅餅。紅茶蓮嘅餅。樣叫車輪餅。你做係個。一白色嘅，伊白色嘅，伊是圓係啦，電灰上加一個車嘅 brand 嚟 ，M 車嘅 brand 嚟。哦，Miss Bitut 啦？唔是啦 ，Miss Bitut。哦。冇，伊上 Masili，講 Masili 個冇數啊。Masili 邊？我唔知邊 Masili 個生字嘅邊。咁樣想，喂，你一早唔知係叫邊啦？我意思落地嚟，特別依家去煲係打咧。Malaysia version 嘅 biscotti。啊。落地藤啊，落地邊。落地切，對。哦，我叫落地條。我叫落地切。落地條冇像，落地條是。條嘅。嚇，落地條是一條嘅。然後落地切是一片上個落地就掉啦。誒，伊有butter啦，係有糖就掉到啲頂面。我見食了。你人有講butter cookies 係咪？啊，頭先我講嘅咩啊？頭先住講嘅。老百姓。係牛油餅，講係你頭先我講嘅啊。講伊入面有無相款嘅啊？也是生新鮮嘅是。伊說嘅罐頭，特擺等人新鮮人好。嚇！你入面有奶呢？啊，了有抓，了有內臟，特擺有內臟嘅。對，內臟。你是個食係咪興嘅？我是講伊說嘅，了我是講伊有糖入面。搓糖頂面咧啊！一粒伊個糖頭先。我是個解糖，我是解是成個是你成個 pretzel 嘅型嘅，你拍茶。你咪是有糖嘅。啊，就是啦，我是個食了。我特別係你是老阿妹我個食嘅，然後你你食糖你是試試搞嘅。哈哈，對，你我是搞嘅。我教你，我一粒，搞伊無了啦，我開始食。你是伊個餅就軟了。
啊，個了。我是個做咩？我是個嘢伊係抓啊，伊抓咪是成個你 cupcake 嚟呢，喺度抓。然後我是個嘢，時候我聽到我嘢一吐我係哪裡啊？我係諾基哪裡只佢一成嘟嘟 ballerina 呢跳舞。你唔係做嘅呢邊有咩？唔白喎。阿龍困嘅阿龍。有啦，我扣厝。哦。食豆沙餅扣厝。好名啊！佢食豆沙餅，特別唔會扣厝喎。你厝細細間，唔要見得硬扣。扣房間。了講咩？有人講到雞零餅哦。冇，係咪嚟？伊食 ice cream 嘅餅啊，叫雞零餅。真係 ice cream 冇啊，唔知喎。哦，ice cream 是白色嘅，一隻安樣。對。安怎我唔係看過一條，我看。伊唔係個湯嘅，當個湯嘅。Actually，無人問有嘅，但係伊人嘅 design 無相，我冇啲吹咧。我冇啲吹咩？吹阿 John 阿媽講擺硬鋼嘅迄個邊。嚇，係你撲你啊！我啲吹了。對，我啲吹了。我都講入邊，伊食大力件呢，特別較大粒嘅片，咱嘅只大力件啊，較大。你唔是講阿達子啦？唔是阿達子。頂隻阿達子，我到底我去大陸一食到我去飛機場嘅喎，安怎我會去飛機場嘅 lounge 下？安怎我去 lounge 知道我飛 business class 咩？就我去食到，我知道是到底飛機場，maybe 頂到是 upgrade 我係什麼嚇？maybe 頂到是 upgrade 200係什麼？一看到底飛機場，佢食搭子我梗歡喜啦，喺新加坡嘅。食搭子到嘅啊！那你話邊即係講嗰邊哦，有巴生嗰邊有冇相啊？係咪邊啊？讓食嗰邊冇相咧，巴生嗰邊嘅邊。嘛，mostly 係嘛相關嘅咯，冇咩特別啦。冇咩特別，福建人嘅邊上面咧？福建人邊咩迎春邊。安怎誒？唔知呀，我冇買得個仔。你迎春邊唔知啊？叫你媽來講話。我媽唔愛講。我哋幾打俾佢講啦，迎春邊上面。當然啊。新疆他姐係啊。嚟去每晚啊。到嘅媽媽會來啊。到嘅嘛，都是力道，你唔出嘅。意思講就邊邊話嘅我唔知㗎啦，唔捌看過我真係，有捌咩個捌，我就識佢了，那個 L。等陣我學力咋，你講就是邊邊咧，一地啦，你不得要食起啊噃。笑咩？冇啊，結果就唔要聽啊。該混譯咩？免咯，要聽啊，嗰個人。嗰啲人關事啊嘛。係啦。嗰一項物件叫做，這是潮州人教隻叫鴨餡。嚇！我唔講到乜鴨餡。好似哦。鴨餡依個靠磨咧，女藤啊，嚇。對。哦。有英冇？我諗鴨餡咧放小英，我除掉鴨餡，等我除下。要招嘅啊！都 keep 拍住 wedding biscuit 嘅呀。嚇！哦，OK，咱去看。哎呀，我唔捌去潮州嘅 wedding 啊，我特別除咗潮州帽頭先。冇啦，伊人送禮時候。送禮時哇，送只隻。就是我指教嘅呢次啊，我幾乎一人送哇，人家借過來嘅。你是潮州人啊？我是潮州人。阿暗啊！阿暗，對，嗱，這裡是阿暗咯。Which one？這裡頂面四條，一條正。你即係咩是叫阿暗哦？你覺得？阿暗啊！嗱，這裡嗱。
对。我 share screen 啊未？呀。即个 Sesame biscuit 是 rice biscuit 還是 red bean biscuit？紅豆嘅。Sesame 即個。麻子啊，麻子。要麻啊，麻。了即個是旁邊嚇，這是。隻手柄。係南邊康咧。嚇。多手係是康咧。多手是康啊。即暗是即個啦。多手比較好看。暗是什麼意思？OK，暗蘑菇啊，暗蘑菇暗蘑菇。嚇 ？neck 啊 ，because 這樣嚟咩？暗。都冇長長，一長長淡薄啊。伊長淡薄，特別你知人食暗蘑菇是咱獨多一地嘛。伊做咩是叫暗啊？伊南面是有。伊個外口是女糖了，伊內面包到個淡薄定上嘅，阿蘑菇係骨嚟，係咯。你包嘅，你是女嘅咋？你是緊你是女糖啊，你是冇啊女糖。我係你是暗，本來特別暗是咩嚟咯？我咧啊，那邊有放土豆誒。嚇！你估食物件怎麼落講糖下有講啊，同啊，講爆佢哋嘛。爆你是橋就到底是爆佢爆邊皮。Yes. Just very windy bây giờ. Em mà đừng có được. Cái đấy gì nhá là gì đó. Bây giờ là sẽ thảo quan hệ hot this one. Malaysian biscuits. Nah, lang kau dia, wow, share screen or Becky. Wow, tanya present to everyone. 我快掉，快掉嚇？佢未掉咩？有啊，有啊，我看到啊。你是唔是喺班落度講咗？你成日整一次食嘅？這個啦，這個是阿特子，這是阿特子，阿特子辦公有，特別我講嘅唔是你喎，阿特子，嗱阿暗是這個啦，我知阿暗，這條是叫阿暗。It's a biscuit line. Nah, teman si Ken 講嘅鵝苗講嘅鵝苗啦，是你咯？對。แล้วก็有這個這個咁樣嘅，這鹹餅，這葡萄乾啦，還有這就變嘅。兩看，兩。還沒。買。我看，哇！這是咩？叻沙喲，好妙咯！哇，好食。哇！哦，你看有這個，我覺得有。有這個。有這個嘅咩？個比哦，好料咯。究竟出個杯？到底出個杯啊？就所以我 message 講我 I will be late 嘛。你係 message 咩？你讀到係。佢減肥嘅 group。哦。嚟嗰陣看邊看那個上到下面邊啊，這裡當這係咩嚟？這個唔知咩邊嚟喎？土豆邊啦，先正至愛土豆。該無水呢？喲，我係隻水嘅，這無水。無迄個空嘅。這是未芳燒。熱冰餅。熱冰餅冇講到熱冰餅。好咋，冰淇淋。這是新加餅嘅料係咪？這個是這個是 cow's ear 的冇像嘅。冇像嘅。係啦，這是 spiral cow's ear 是嗱，這個是 cow's ear 嚇。哦。這個是魚餅嚇。big ear 就能叫喎。嗱，這個。來邊邊，這邊邊麻花嘅花麻。迄個是甜啊，是鹹嘅。鹹。伊係糖嘅。這叫咩色嘅啊？我捌食一種迄個款熱嘅咩？熱是胡椒餅。哦，安尼你叫胡椒。要白 spiral 嘅。這阿特子，這個。Mary 餅冇看到嗬
我看到旁边，这是龟布咯。佢話極有人講咯。嗱，這時間就係病嗰隻嚇，嗯，要個菇布就嗰隻病嗰咯，不得對就病雞教嘅。嗱，這裡嘅我想講，阿 John，你做時轉嚟，明年先知，明年先知啊，香港啊，計計啲硬包，慢啦。你個見哪個硬包？我咪舊年嘛，明見啊，我嘅叫我清。สุดเลยนั่นๆเจเล่นั่งก้องบัตติคุกกี้ก็จะจัง掉啦，ไอ้นั่น掉，佢哋票停咗貴嘅咯，佢哋是平啲係票對，哇，個就จัง啊即係新嘅 conflict 就 conflict 入邊那這裡好久邊應該掉。有一個歌，我有一個歌。哇，那叫 Cous 嘢，亂亂講嘅。你名咧歹聽呀，古戲啊。古戲咯，怎麼都看到啊？佢哋個眼冇得估。好似啊。你睇這是自己 favorite 哦 ，Bruce 嘅 favorite。阿 John，嚇？那福建人有一個片叫老花片。老會邊啊，老會什麼意思？是讓福建人老會，伊是那個人嘅那福建人咩帶新婦嘅邊咩一定要河邊嚟。哦，唔知喎，學接怎麼叫 Malaysia？ 你係咪冇用？等我看答案。那應該點除掉？咩？好椒邊？我看 pepper biscuit。冇啦。我哋興嘅。這啊，但是只 traditional 興嘛？係飯香嘅啊，飯香。嗱，興嘅。你說鹹一個辣嘅啊？嚇，一隻辣嘅，你有好椒嘅。看成個啲啊！呢個河椒，嗱，這裡就是魚邊應該點？這是魚魚，魚邊。呢個一種嚟叫，一是一是成個白，然後嚟邊誒，有些只只白裡面。我suka je celeno. Oh, celeno very Digestive biscuit, tio. Digestive biscuit. Je Mary Pia. Oh my god. 我該笑臉的 Mary Pia。一手真係破這 blend 的冇啲咁薄係啦。冇係咪味素喎？哈。阿 John。喂。我 share screen 我都看。OK，等我去到邊度呀？好，我看就是只 Ritz 誒，你看 Ritz 鹹咩呢？Ritz 好食。只能just share screen 啊。因為邊啦，邊但係餅，你多出餅，你看 icon 啲多出餅，地址 icon。差唔多要笑蛋啊。OK。我邊點會冚咩？差唔多。OK， 這就是老灰。哦，叫他們老灰是，你這是老灰是，那Chinese wedding，那福建 wedding 嘅 biscuit 嚟。我在這裏邊。呢啲係米香啊，佢哋，呢啲一米嘅去補油過哈，我知。鮮花米。咱是叫飯米香，是哦。飯米香啊。飯米香啊，是哦。飯啦，飯米咯，飯，你是叫住人啦，就個飯。哦，福建人。飯咪是飯，咪是飯米香，咪是飯米香。我有多數是這樣翻嚟。哦。叫教英用嘅。教英用嘅。哈。嗱，打包一條。打包，你還是想講的是打包攞掉，然後打包喺邊就是攞掉，你旁邊攞掉。
個湖咁啊！然後我教英嘅時是攞掉油炸龜。嗱，油炸龜油炸龜啊！你攞掉油炸龜咪是你可能哦，cái romantic 哦，我咪去跟 Bruce 講啊，咱是攞掉油炸龜，兩條誒，romantic 哦，伊叫油炸龜叫做咩咋阿毛？叫 donut sticks。哦，呢個啊，哦。一個 donut sticks， betul sangat donut lah, tapi do sangat donut tapi kan garing lah kau. Garing, no, kan je sangka croissant ini lah. Ha, kan flaky lah boh. Bi anything na wang kita teng lang菜館食物件是有炸龜嘛，แล้ววาง看就是温，這邊人是温豆水嘛，豆漿油條啊。都醬油條，台灣人食啦。然後這邊即中國人冇食啦，所以時間咧往時間來換佢哋咯，換即豆水咯，所以就一直叫一個隻一間家庭嘅數。然後食點心嘅往時啊，要炸龜真係家庭嘅咧，叫佢包你市場飯包啊，好㗎好正。這邊冇特別發生啊，你直接食 carbohydrates 啊。咁哎呦，食落去嘅家庭呢，我想你邊馬仔未去？你邊馬仔點心？你邊馬仔去食點心？阿 John 你 plan at to kampung 應該是 fail 咯，是唔是？阿 block 咯。誒，你看到佢哦，佢啊叉龜條啊，個新嘢啊叉龜條，個很棒呀！我就講佢哋新啊，講 OK 啊 block 咯，咪。OK， 當然講緊這邊先啊，有時讓我小弟還沒變，我冇講到，有時讓小弟可能達到講嘅變，有時吹掉你讓叫啊，達到講嘅，等我吹未必我 last time 去吹個達到講，安咗吹過嚟未？我本正見咩？阿叫我一個 friend 起來講嘅，我同佢講，伊暑假食邊，下面冇暑假底，暑假食邊嘅。唔係我在錄得意嘛？對啊，你講買，伊買。你實在你看人嘅人真係 creative，就你看一個兼餅係會做幾難行到出來哦。very creative 咯，真係成個油個冇油，那個成 plain 呢，那麼那個 green 呢，那個葡萄乾，你個要你做出來咯。係啦，咱搞變，冇啊，達到講冇啊，我隨便掉達到講。達到講 biscuit。我問我阿媽講冇冇，伊唔知影。唔知得講有邊啊？伊講咩名啊？咩椰子講雞排嘅咩啊？啊，未必是椰子講嘅。offering 應該是阿十支應該是。我看你 offering 就達到嘅，等我看看吹掉咪小英。我個要個。達到講嘅邊喎？是達到講哦，還是椰子講？唔知啦。那都剛剛想了咩？那都講地主講乜想？冇想哈。啲冇想啊。冇想嘅，那都講個地主講冇想。因為我隨便掉啊，或者那時我叫我媽翕小英，叫我媽特別食個字啊。其他都講我未記。OK，等下介紹我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就是今日早起了到啲紅燒到啲披薩誒，唔是咧Rosma 嘅披薩啦，即係到啲意大利嘅披薩誒，咁下邊有幾間啊？下邊有毛毛菇咯 ，ICI 咯，咱看到แล้วก็日本鏡㗎。哦，就 B 嚇，แล้ว英國醬啦，แล้วก็豆乾啦，阿韓啦，拜拜，這個哆來咪啊，即係博雅玲啊，個啲啲暗別啊，幾毛青啊，拜拜，個有新加坡啦，黃土誒鵝鳥啦。拜拜。แล้วก็คุณคิดแล้ว好屌阿龍真係老實OK 接落嚟你話啲到底嚟講，當時講頭一擺嚟後，我個開隻新嘅話題啦，這邊看起來係個開隻新嘅話題，你都俾佢吹啲新話題，另外隻話題嗰時講。
八年我行。OK， 拜拜，各位聽眾，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咁人講啊，我講一半，我去困了，食了我個嘛是啲藥個。哇，當然你這樣看，入個人看，但是講人看過了啊，即係我哋過了是個等陣先，我個 post 啲Facebook 好啦咩 ？OK， 人出等先，特別啊，另外一個我哋是幾個數字 ，OK？ 啊，按nhau幾對嚟啊 ？OK。我甲藍色公友。啊，你個藍色告訴啊？哦 ，OK， 藍色公友 join 嘛，我唔知有 join 冇 join 啦。哦，哈 ，OK， 你叫。我有告訴，我記住有告訴。OK， 對嚟講，對嚟咪啊？我係張 A 先，大家都對嚟。我揸好衰嘅，拜拜。OK，拜拜，今日見我請，拜拜。拜拜。拜拜，John。我對嚟啊。我俾數即要英國。